卷同潤呢兩個字，近年幾乎成為咗中國好多朋友常用嘅詞語。卷係指中國嘅內卷文化，導致好多有能力移居海外嘅家庭都選擇潤，寓意英文嘅 run。馬中兩國關係一直有好幾十年，自2023年兩國開放免簽之後，促進咗彼此嘅旅遊經濟。馬來西亞都成為咗好多中國朋友東南亞遊玩嘅首選國家，遠勝泰國。2025年兩國更係延長免簽至有條件嘅90日。早期馬來西亞第二家園計劃吸引咗好多中國家庭選擇同家人到呢度居住，免簽都吸引咗無數嘅中國同胞到此旅遊。加上白熱化嘅中美貿易戰，更係令唔少中國商家朋友們開始出走考察，開拓市場。文化大熔爐而聞名嘅馬來西亞必然喺名單內，畢竟有啲商家都要趁機逃離內卷嚴重嘅中國商業文化。唔知道你有冇發現，喺你我身邊其實都有中國文化企業慢慢地注入我哋嘅生活，大至建設，小至日常餐飲，都可以見到中國大型企業、中小企業甚至個體家庭嘅身影。馬來西亞地廣人稀，天然資源豐富，一直以嚟都係比較隨性咁經營企業。忽然大量嘅中國企業進駐，只怕馬來西亞商家招架唔住，跟唔上腳步。對於消費者嚟講，呢個景象無疑係好事，因為可以買到價廉物美嘅商品。但對企業、商家而言，就必須要加把勁啦。大家好，歡迎嚟到馬來西亞吧，一個分享馬來西亞點滴嘅頻道。呢一期我哋將同大家拆解中國席捲馬來西亞嘅產業，探討目前嘅商業現象，都希望大家睇咗之後分享自己嘅意見同睇法。開始要講嘅就係建築基建，呢個係中國一直努力佈局嘅板塊。自2013年宣布一帶一路以嚟，中國建商就積極投標唔少東南亞基建，尤其是馬來西亞，好多基礎設施項目都係由中國一手操辦，例如東海岸鐵路、水壩建設等等。因為中國擁有超前技術同價格優勢，所以基本都係由中鐵、中建、中冶等企業承包。眾多房地產企業多年前都選擇南下投資佈局，尤其選擇馬來西亞柔佛州，因地理位置靠近新加坡，必然成為房地產企業理想位置。包括富力集團嘅公主灣、綠地集團嘅翡翠灣、碧桂園嘅森林城市等等，馬來西亞首都都可以見到好多中國房地產企業身影。就好似中交建設集團嘅中央公館、雅居樂嘅天匯等等，仲有好多發展項目都係中國承包商包辦。只係近2年中國房地產爆雷，喺馬來西亞見到嘅中國發展相先放緩腳步。馬來西亞獨有嘅夜市文化就係喺特定嘅花園地區，每星期只會出現一次。每一次我哋去夜市，都會睇到唔同嘅美食，成條夜市嘅美食梗有1-2個適合你同埋你家人。過去10幾20年我哋見到嘅夜市美食，而家諗到都會流口水。炒蘿蔔糕、炒貴刁、愛肉冰、薄餅、蠔煎、炸魚餅、亞邦等等。如果你近期有去夜市，你會發現已經好難揾到傳統馬來西亞夜市可以食到嘅美食，取而代之嘅除咗一啲所謂嘅創新爆紅食物，就係中國嘅特色小食，例如長沙臭豆腐、東北烤冷麵、廣西螺螄粉、涼皮、肉夾饃、上海生煎包、中國串串、冰糖葫蘆、四川步步雞、小籠包、酸辣粉等等，已經將馬來西亞夜市變成中國步行街嘅感覺。本地傳統美食仲係有，只不過感覺都係被邊緣化，被擺放喺唔起眼嘅一二角。相信馬來西亞華人一家人出街食飯，通常都係叫菜食飯，無論係餐館定係大排檔，都係馬來西亞人文化。而家選擇多咗，大家會發現
無論大小商場或者係酒店內，甚至街上都可以見到中國料理嘅身影。東北菜、湖南菜、四川菜、上海菜應有盡有。中國連鎖品牌都陸續進駐，農耕菜、酸菜魚、烤魚、木桶魚都係我哋目前嘅選擇。更加不可不提嘅就係火鍋。根據非官方統計，近年登陸大馬嘅火鍋品牌連鎖店合計接近1000間。海底撈、小龍坎、大龍翼、蜀大俠、小肥羊、鳳凰府等等，多元化嘅湯底、火鍋醬料，加上不惜成本嘅豪華裝修，令消費者唔單止可以享受味蕾上嘅刺激，視覺上都得到提升。蘭州拉麵、中國烤串、手蜆麵、重慶小麵呢啲小食都係多不勝數。而家後生一輩手揸住一杯奶茶或咖啡，影相鋪上網有種莫名成就感。首先係奶茶，多年前風靡馬來西亞奶茶風嘅算係台灣奶茶，例如6個巷、老虎堂、幸福堂、日出茶太、珍珠丹、貢茶等等，延伸馬來西亞自己都研發本土奶茶品牌，包括鐵奶、車道、品茶、黑鯨等等。但係你會發現，近年席捲馬來西亞奶茶市場嘅已經係中國品牌，例如霸王茶姬5年時間有超過130間門店，蜜雪冰城更係短期時間開設超過300間，主打薄利多銷。咖啡市場更係堪稱戰場，一個商場內可以見到超過10個品牌好正常。早年星巴克同 Coffee 便稱霸咖啡市場，之後本土崛起代表有 Zeus 同芝士 Coffee。近年中式咖啡喺東南亞都掀起一番熱潮，有來勢洶洶嘅瑞幸咖啡、富迪咖啡、蜜雪冰城旗下幸運家等等。你比較喜好邊一個咖啡品牌呢？馬來西亞擁有2個國產汽車品牌 Proton 同 Perodua， 一直以嚟都受國人愛戴，畢竟價錢廉宜，容易入手，通常係首購族首選。日式品牌豐田同本田都係受歡迎品牌，韓式品牌如現代同 Kia 都唔錯，相比如寶馬同 Benz 係馬來西亞人選擇，就係少見到中國汽車品牌。自從新能源汽車誕生，中國開始彎道超車，好多新能源汽車品牌崛起，而且進駐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政府對外國新能源汽車進駐政策係唔可以低過10萬馬幣。呢個政策都令馬來西亞國產品牌緩和唞氣時間。根據馬來西亞2024年最受歡迎嘅汽車品牌，就已經湧現2個中國牌子，分別係奇瑞同比亞迪。Proton 今年都推出國產首部新能源汽車 eMust。其實 Proton 早年就已經出售49%股權俾中國汽車企業吉利，所以先得到中國先進技術，研發新能源汽車，而且售價只係由56000馬幣起。目前馬來西亞人使用最多嘅電商平台分別係 Shopee 同 Lazada， 平台上可以揾到各種所需物品。但係你知唔知，其實 Shopee 同 Lazada 背後都係中國老闆。廣受馬來市場歡迎嘅仲有 TikTok 都開啟 TikTok Shop 電商平台，令到觀眾用戶可以直接落單購物，都係嚟自中國。而最近仲有拼多多旗下電商平台 Temu 都進軍東南亞，服裝電商平台 Shein 都打入馬來西亞市場。有啲精打細算嘅朋友仲會到淘寶購物，無論係服裝或係家具，都可以喺淘寶揾到價廉物美嘅貨物。雖然等待發貨時間較長，但係勝在精美程度、創意包裝。馬來西亞本土電商平台如 Mudah 同 PG Mall 就略遜一籌，雖然都可以擠入馬來西亞10大受歡迎電商平台，但係業績同知名度不及中國平台，幾乎被國人遺忘。手機係現代人必需品，人手一機係常態，甚至有人擁有2-3部手機都正常。10幾年前仲係蘋果、三星天下，但之後嘅中國手機品牌崛起，有華為、Apple、Vivo、小米等等，主打高質量低價格，性價比優勢好快就喺全球企好陣腳。馬來西亞手機佔有率都直逼蘋果同三星，
小米更加係已經超越成為龍頭。除咗手機，電器都係中國品牌能夠琢磨消費者心理。海爾、美的、小米一眾玩家推出智能家居產品，深受本地消費者喜愛。日韓強大牌子如 Toshiba、Sony、LG 嘅市場份額節節敗退，本土牌子如 Panasonic、Kind 更加係艱難。最近喺市場上特別火嘅就係嚟自中國嘅泡泡瑪特，老闆王寧今年身價更係暴漲超越馬雲。服裝品牌例如 H.L. 海瀾之家，主打男性服裝都係嚟自中國，今年迅速開設門店嘅 Urban Revival 都係嚟自中國。運動服裝品牌更加唔使講，多年前開始已經可以見到中國牌子身影，如安踏、361、李寧、特步、匹克等等。影片嘅最後你會發現，中國大小企業已經大面積侵入馬來西亞人嘅生活方方面面，涵蓋衣食住行甚至更多。除咗係供應鏈同價格優勢，主要係注入好多思考層面嘅考慮。畢竟我哋幾乎每日都會接觸到嘅都係中國嘅短視頻攻略，無論係抖音、小紅書、TikTok， 甚至 Facebook 都可以睇到關於中國嘅美食、商品、直播、文化，無形之間已經滲入我哋嘅生活。中國電視劇、電影都幾乎同步可以喺馬來西亞觀看，呢啲種種嘅現象，無疑對消費者嚟講係一件好事，因為不僅選擇多咗，價格都可以更有性價比。對於本土商家，尤其傳統商家就需要好好思考如何反擊。慶幸嘅係馬來西亞都有好多創新商家同企業家將事業突圍而出。睇完本期影片，希望可以提供思路俾大家，探討大馬本土品牌如何借鑑更上一層樓。最後，你覺得中國大小企業陸續進駐馬來西亞有冇影響你嘅生意或者生活？呢啲影響係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呢？歡迎留言分享。如果你中意呢個影片，請你點讚同分享俾身邊朋友知道。呢度係馬來西亞吧，一個分享馬來西亞點滴嘅頻道。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